主后2025年3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每一件好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10章第1到24节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主另外经72人找因两个，先去伊本身想要去的逐个城、逐个所在。耶稣甲因讲，通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。去，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仔入去豺狼的内面，毋通带钱袋，毋通带旅行袋，嘛毋通带话，伫路呢毋通甲人请安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着大声讲，愿恁即家平安。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，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；若无，迄个平安会倒转来归恁。恁着踮迄个家，因准备甚物，恁就食甚物，啉甚物。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，恁毋通对即家煞到迄家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接待恁，捧甚物出来，恁就食甚物。城内有病的人，着甲因医，煞甲因讲，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无欢迎恁，恁着出去大街路讲，连恁即个城掉伫阮骹的土粉，阮着要搬掉，甲恁警告。不过恁着知，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哥列信，你惨啊！伯赛大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新约，若伫泰尼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，坐伫火湖顶悔改啦。伫审判的时，泰尼甲西顿受的刑罚，会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迦比农，你爱人甲你扶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府。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，就是拒绝找我来迄位。迄72人欢欢喜喜倒来，报告讲：主啊，阮奉你的名命令，连鬼都服从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有看见撒旦亲像线若对天顶射落来，就知我有使恁官兵通大蛇甲吉仔虫，搁通制服对敌一切的能力，无一项会甲恁伤害。不过，毋通因为这个邪神降服恁，恁就欢喜，着因为恁的名记载伫天顶来欢喜。迄时，耶稣互圣神感动，满心欢喜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，爸以外无人捌囝是甚物人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是甚物人。耶稣活转身，私下对门徒讲：有目睭通看恁所看见的，迄个人真有福气。我甲恁讲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君王爱要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
每一件好事。这段路加福音独有的记录中，主耶稣派72位门徒，两个一组，前往耶稣特别访问的每一个市镇。伫出发以前，主耶稣为因举办行前训练，提醒因伫服侍中要专心一致，吩咐因毋通带钱袋，毋通带旅行袋，嘛毋通带话，伫路呢毋通甲人请安。说明因的任务是祝福特别前往的城市，伊伫迄所在的病人，吩咐因要注意礼节，无论进入倒一家，要先讲愿恁即家平安。主耶稣教导门徒服侍时要对人讲，上帝的主权特别实现啦，提醒人要为基督即将来临做好预备。伫路加福音中，也记录主耶稣对哥拉汛、伯赛大和迦百农拒绝毋信伊的感叹。这段话若像耶稣向门徒讲出传福音过程的失败经验，以及伊对这三座城毋愿悔改，特别导致灭亡的哀痛。耶稣对门徒讲：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，就是拒绝找我来迄位。72位门徒出去服侍以后，欢欢喜喜转来，报告讲：主啊，阮奉你的名命令，连鬼都服从阮。主对因讲，伊已经赐予因权柄，予因会当打蛇甲蠍仔虫，会当赢过对着一切的力量，也无阁有啥物会当加害因。但是耶稣也提醒因，莫因为车神幸福就欢喜，却着因为因的名记录伫天顶来欢喜快乐。每年的这个时刻，袂少教会已经开始筹备暑假儿童营，也是福音队的服侍。档案群总是会面对真侪未知的挑战和问题。到底今年着安怎甲福音用较拄好的方式传扬出去？安怎甲福音传到上有需要的所在？领会方向是啥物？流程要安怎安排？细节着安怎调整？这一切虽然充满着挑战，却也伫每一遍的会议讨论中，看见上帝的心意，感受到圣神的带领。伫这个福音事工中，总是会当看到同工因尽心尽力、专心一致，每一次的营会对报道、诗歌、游戏、圣经故事的信息，甚至背后看袂到的行政工作，准备点心。正同工总是仰望上帝的主权彰显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进入每一位小朋友的心内，亲像耶稣伫圣神的感动下面，充满着欢喜快乐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每一遍服侍结束，当正同工彼此自责的时，也总是欢喜佮快乐，分享伫服侍过程中所经历大细项代志，热切讨论家己所看见、所经历的每一件美好的代志。安尼的服侍佮感动是偌尔啊美好。默想，伫我所参与的服侍中，我看见上帝的倒一寡美意。伫我所参与的服侍中，
我看见上帝的倒一寡美意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我能力甲智慧，求你帮助我善用这恩赐，诚侪教会和社区的祝福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